近期咧，美國對伊朗嘅局勢升溫，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再次成為全球嘅焦點。伊朗威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亦都咧令到油價咧急升。每一次中東局勢嘅緊張，市場上第一嘅反應咧都係商品，特別咧係黃金同埋原油。原因咧好簡單，因為當不確定性增加，資金咧自然會流向實際上對於呢啲工業生產有影響嘅產品。咁呢一個嘅戰爭咧一直未有完結，衝突咧可能會繼續持續。資金咧亦都提前部署，為商品嘅市場帶嚟巨大嘅機會。上年黃金咧就大升，成為咗咧投資者嘅焦點。商品期貨同股票咧好唔同，而家咧好多嘅投資咧都係24小時交易嘅，好似黃金、白銀呢啲商品啦，外匯同埋加密貨幣都係咧完全冇收市時間嘅，全日咧24小時交易。甚至連美國嘅納斯達克咧都開始研究咧23小時交易，咁樣無間斷全天候交易嘅機會同埋產品咧係會越嚟越多同埋頻繁。但係我哋係人嚟噶嘛，要瞓覺噶嘛，唔可能咧時時刻都睇住個市。不過而家咧就有 AI 嘅幫手，只要咧有適當嘅策略，真係可以咧唔使休息，自動咁樣不停咁樣交易去揾 AI 新嘅技術同埋趨勢可以點樣改變金融嘅投資，普通人又可以點樣利用佢。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Hello，大家好，我係希啊。今日咧同大家講下商品交易同埋 AI 嘅應用。過去嘅程式交易咧，其實已經係有咗好耐噶啦。本質上咧就係訂立一啲交易嘅規矩啦，例如跌穿15天線就會買入或者賣出，固定嘅止損比例等等。咁然後咧就由電腦去自動執行。咁佢解決咗呢兩個問題，第一就係速度啦，第二就係咧電腦係冇情緒嘅，唔會因為驚咧而太早止蝕。亦都咧唔會因為貪心啦，所以咧就會過度加倉咁樣。但係傳統嘅程式交易都係有限制嘅。咁規矩係死嘅，但人係生嘅，市場咧係會變嘅。而呢啲自動交易嘅策略咧就未必識得自己調整。但而家 AI 嘅出現咧，就將呢啲交易咧推上咗另一個層次。AI 咧唔只係識得執行一啲規矩，仲可以咧透過大量嘅歷史數據去進行學習啦，優化佢嘅參數。甚至咧係即時咧去驗證嗰個策略嘅有效性。咁我哋可以點樣去利用 AI 去交易呢？講一個例子啊，就係咧可以用 AI 去交易外匯。外匯咧都係一個24小時幾乎咧不斷運作嘅市場，係可以咧避免中間咧冇開市呢啲有跳空嘅風險。咁咧就係特別適合咧 AI 自動交易，同埋咧去測試一啲咧連續嘅策略。其他嘅外匯好似咧美元對英鎊、歐元咁樣。雖然咧係會有唔同嘅波動，但都係咧有長期嘅趨勢嘅。好似由2023年到而家3年以嚟咧，英鎊對美金嘅走勢咧係由大概1.2去到1.38呢一個區間之間，配合一啲嘅事件同埋趨勢。例如咧，當美國加息嘅時候，即係咧喺2022年到2023年呢段時間，而英國咧就係維持住相對咧寬鬆嘅貨幣政策。美國因為加息啦，咁美元資產嘅吸引力咧就會上升。資金咧就會流入美元，美元咧轉強，英鎊咧就明顯下跌啦。之後當市場預期美國加息咧接近尾聲，甚至咧有機會轉翻做減息嘅時候咧，美元嘅強勢咧就會放緩，英鎊就會逐步反彈。所以外匯嘅趨勢咧，往往就係要結合埋呢個利率差啦，同埋資金嘅流向。AI 咧就係可以透過3方面咧去判斷交易嘅方法。第一種咧就係順勢而行啦。例如當美元係處於一個加息嘅週期嘅時候， AI 咧就可以透過唔同嘅條件啦，自動識別咧美元嘅強勢，然後咧順勢咁樣買入美元同埋做空英鎊。第二種咧就係喺週期轉換嘅時候，咁當個數據顯示加息週期咧接近尾聲啦，美元嘅上升咧可能慢慢減弱，咁系統咧就可以逐步咁樣減倉甚至反手。第三咧就係關於風險嘅控制，可以移動咁樣咧去設定一啲止賺同埋止蝕位，鎖定利潤，而唔使咧係要人手咧日日咁樣望住。講到嚟呢度，大家都知咧 AI 係好勁嘅，但仲有2個好重要嘅問題。第一咧就係我哋咧未必有咁大嘅資金，因為咧外匯同埋商品咧都係一個非常國際化嘅市場，即係咧有好多嘅大戶，一個國際事件咧已經可以波動得好大。如果咧用自己嘅錢，一嚟金額又細啦，二嚟風險咧亦都係非常之高。第二就係我諗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嘅就係我又唔識寫曲，點樣咧可以做到自動化交易呢？以前咧就係要特別去學咧 Python， 但而家咧已經係完全唔同啦。AI 咧已經係可以自己咧去寫到一啲交易嘅指令出嚟。咁睇翻而家 AI 嘅發展啦
AI 嘅更新咧係真係好快嘅。近期講緊嘅 AI 咧已經唔止係 chatbox， 即係好似以前 ChatGPT 咁，你問佢一句問題佢就答你一句，而係可以更加聰明咁樣有 Agent AI， 即係咧代理 AI。你俾一個目標佢，佢就會自動咧去拆解唔同嘅步驟，自動咁樣完成埋個任務，等於咧好似有一個私人助理咁樣。好似近期好紅好多新聞喺度講緊嘅龍蝦咧，其實都係類似。AI 具體嘅應用同埋步驟，三言兩語咧，當然係好難講得晒。如果對學習利用 AI 去做投資係有興趣嘅，而家咧就一個免費限定嘅講座，係關於 Prop Firm Trading 同埋程式交易嘅線上分享會。咁呢個講座咧會專門分享咧成個操作嘅步驟，包括咧會拆解3個咧最常用一啲入市嘅指標，用 AI 嚟驗證呢啲指標嘅有效性。仲會教大家咧由零開始去打造一個低風險交易嘅機械人，利用呢個自動程式去交易咧就可以唔使理時間啦，就算瞓咗覺都可以幫你咧去製造被動收入。仲有呢個講座亦都會教大家點樣用其他人嘅錢當成咧自己嘅本金嚟到賺錢。香港咧好少人知道可以點樣咧利用 Prop Firm 去加大嗰個投資嘅金額，但同時咧亦都可以減低嗰個損失嘅可能性。咁我就簡單咁樣講少少啦。Prop Firm 咧其實就係一個國際性嘅模擬交易公司，例如最有名嘅 FTMO 成立咧已經接近10年，全球咧係有過百萬嘅用戶。Prop Firm 嘅賺錢模式就係嗰啲公司咧係會收取用戶嘅考試費，好似 FTMO 咁就係收咧439蚊嘅美金，咁咧就可以操作佢等同咧10萬蚊美金嘅模擬戶口，之後咧就要完成佢嘅任務，包括咧係要達到一定嘅盈利目標啦。5% 同埋10%，同時咧亦都要遵守一啲風險嘅限制，例如每日最大嘅虧損咧係唔可以超過5%，總虧損咧就唔可以超過10%。所以你係可以咧當自己係一個真正嘅交易員。而家咧公司俾錢你，咁你就去炒啦。通過咗考試之後咧，炒到嘅錢咧，咁 Prop Firm 咧就會分翻賺到嘅錢俾你，最高提取嘅佣金咧更加係可以加到去90% 嘅。換言之咧，只要有一套咧係可以持續嘅策略，最大嘅損失咧都只係考試費啫，而收益咧就係可以不斷咁樣有嘅。有關呢個 AI 同埋程式交易嘅免費講座，而家最快舉行嘅時間就係嚟緊嘅4月14號，咁咧係會喺線上去上堂嘅。只要填寫佢哋嘅表格，報名之後咧仲即刻會有預習嘅影片，幫你咧可以提早準備。咁呢一次咧係罕有咁樣公開招生啦，名額亦都有限。咁就唔好錯過呢個學習嘅機會，將 AI 咧去變成你呢個投資嘅優勢啦。如果有任何嘅疑問或者想了解多啲咧，都可以入翻佢哋嘅網站。咁報名嘅連結咧，我都會擺喺文字欄上面嘅。而家世界咧真係變得好快，無論係成個時局啦，定係 AI 嘅發展。咁無論點樣咧，都係需要學習咧去提升自己，同埋緊貼呢個時勢啦。好啦，咁今日影片就嚟到呢一度，追個影片咧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喺下邊留言，大家一齊討論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